喂，真係關關難過關關過啊！曼聯喺呢個歐霸杯真係能夠走到去決賽呢一步咧，我諗即係一啲都唔容易啊！呢場喺主場對住畢爾包嘅4強次回合咧，雖然拎住3球在手，但係可能好多嘅曼迷同我一樣啦，睇呢場波即係半夜起身睇呢場波咧，個心情都係相當之忐忑。忐忑嘅原因係點樣樣？因為拎住3球，你係覺得我哋隊波就好似唔係好穩陣咁樣，會唔會係陰溝裏翻船咧嚇？咁因為上場第一回合即係唔可以贏多幾球啦，3球其實都有啲擔心嘅嚇。特別擔心就係雖然話對方冇咗呢個威廉士兄弟啦，其實我最驚就係佢哋一左一右嗰個威力係相當之強啊！冇咗呢兩兄弟喺兩邊個發難咧，係即係減低咗呢個畢爾包嘅功力係好多嘅。另外就新石迪啦，佢哋嗰個即係守護嘅人物都係上唔到陣啦，再加埋上場攞紅牌嘅域維安，即係冇咗4件嚇。有時就話當對方冇咗一啲嘅主力嘅時候，係咪真係咁易食咧？又有啲擔心嘅嚇。反而佢哋嘅後備出嚟咧，你見到嚇唔曳嘅喎。咁當然啦，曼聯嗰個部署就係我既然有3球在手嘅話，就唔需要同你搶嚇。咁你見到喺上半場係有少少受壓嘅嚇。當我哋頂咗15分鐘嘅時候咧，係好似 OK 咯喎，頂咗15分鐘冇乜即係。最驚就係俾對方好快就攻入第一球嚇，即係可能你幾分鐘入第一球咧就更加驚嚇。咁卒之就守到去呢個31分鐘啦，因為麥加亞一個嘅失誤啦，想交俾約羅就唔啱位，對方截到咁第一腳嘅射門省中約羅咁，但係之後咧呢個侯利基沙嗰個射得好靚，個遠射就即係食得好硬啦。咁你話呢個波下嚴格啲，因為角度同埋勁度都有。你見到奧拿拿飛到盡，不過就有少少可以挑剔下，就係如果奧拿拿單手即係正常地單手飛去托出去，會唔會比佢嘅雙手會好啲咧？因為會順啲咯，左手飛埋去，即係可能呢個就係手法嘅問題。當然好多嘅評論都話奧拿拿呢球又係。即係怪怪地啦嚇，即係又係呢啲又係輸佢，我又覺得唔可以全部怪晒奧拿拿，即係好似成日都講幫奧拿拿講説話咁，其實唔係嘅，呢波真係射得勁嘅，同埋個角度係幾刁鑽咯。咁當然就係話頭先就係正宗啲嘅手法，當然係單手托出去比較自然啲啦嚇。咁喺31分鐘就俾對方攻入第一球，總成績係追成1-3啦嚇。其實。成場波嚟講，我就即係喺曼聯失波之前都係覺得我哋曼聯嗰隊波就係個進攻冇乜套路啦，有啲還手患得患失啊，即係好似攻又唔係守又唔係咁，但係就個部署就係咧先做好防守，再打啲突擊就係呢個即係防反啦，即係通常好多人都唔係中意聽呢個名啊。你見到多股都殺到好前，當然有一球嘅2次12碼冇俾啦。另外多股有一球嘅進攻就射中，即係對方龍門係救咗出嚟啦。咁上半場其實最抵鬧嘅當然就係加拿祖啦，2次機會，咁一次就係對方門將出得快啦，呢球唔係好怪佢，但係有一球就係單刀，其實佢處理得真係相當之曳嘅當時其實唔使咁心急喎，又冇乜假動作啦。佢想其實可以，如果你有啲佢有速度噶嘛，可以扭過埋對方嘅門將先射，可能仲好啲。可能心急得滯，但係加拿大就係好多時候處理埋門嗰腳咧，真係欠起一條嘅火候。咁睇下5月30號，咪即係嚟香港踢表演賽之前嘅練習，我哋可以睇下到底加拿大或者啲教練團點樣平時佢哋練啲咩？加拿大係練啲咩嘅？可能可以指點下佢啦。講笑咁講嘅呢個就係加拿大嘅浪費機會啦。加埋對方對方都係想快啲入波，所以見到上半場咧，曼聯4次攻門咧，1次做目標都冇，對方嘅4次攻門就入咗1球啊。半場嘅落後0-1，仲有當時啦，仲有少少箍筍位嘅嚇。
見到下半場出到嚟咧，個形勢都係相當之唔妥。你見到撳掣啦，對方畢爾包一定係撳掣㗎啦。你見到佢哋個球員個心態就好積極、好主動去搶攻，令到曼聯都係繼續受壓啦，亦都不得唔撳掣啦。見到艾莫林可能就係都係因為有3球在手就你話迪亞路嗰啲慢字嗰啲蘇爾啲就一次過換出嚟啦嚇。我諗唔擺佢條正線都係正常嘅，因為寧願搏後邊嗰段時間咯。加埋迪亞路嗰啲都即係傷完冇耐啦，蘇爾都係啦，慢字其實3個都係傷完冇耐嘅。即係如果俾佢踢正選嘅話，可能嗰個冒險性係比較大啲。反而放喺後備咧，咁就喺62分鐘啦，就一齊撳掣啦，出晒嚟嚇。咁亦都係呢一個調動就立竿見影啦，特別係迪亞路喺右邊嗰個突破能力啦嚇。即係你見到佢做嘅工作係比加拿祖係亮麗好多嘅，亦都唔覺得佢原來係啱啱傷完冇耐喎，一啲都唔似啊！咁你打起咗迪亞路啦，即係慢慢佢出翻嚟就逐場嘅表現更加好啦。即係你見到曼聯多咗啲球員用之後咧，撳掣改變嘅計劃都係多咗啲調動。當然曼字嗰個72分鐘嘅入波啦嚇，即係當堂定晒嚇。當時其實迪亞路第一球出到嚟嗰時，曼字係頂得好曳，塌晒頭。不過攻勢就未斷，最嬲尾咧約羅攞到之後咧，即係個短傳俾阿曼字啦，曼字一立一射盡顯功架。你見到佢波底係相當之好。你已經係立完個波之後咧，根本就唔需要即係你都感覺知個龍門喺邊度。佢亦都係射得好靚啊！呢個亦都係恭喜曼字啦嚇！呢球波唔單止為曼聯當時咧。即係打咗支強心針定晒落嚟啦，亦都係即係佢復出之後即係慢慢有入波，就一隊球員嚟講就一定係加強咗好大嘅信心。呢球波都少見地即係一個合作啦。約羅今場嘅表現得好好咁啊，當然有間唔時都有少少嘅甩漏啦，特別失第一個波嘅時候都唔係太關佢事啊。咁另外就胖虎啦，大隻咗好多嘅卡斯美魯啦。呢球第2球波81分鐘嗰個。膊頭都識入波啊！即係有時行起運上嚟咧，即係身體任何部分都入到波。當然唔好手球嗰啲啦。當時領先2-1就定晒咯嚇。即係你成場波我都係膽戰心驚啊！一路驚，哎呀會唔會咁樣？會唔會咁樣咧？俾人追翻一球咧，又會唔會點樣？即係諗好多嘢。即係睇場波咁忐忑都幾辛苦嘅嚇。不過呢啲可能就係你愛一場波嗰個態度啦嚇。我諗可能。睇直播好多同我一齊睇直播嘅球迷都係個心情都同我一樣嚇。咁當然有啲就黑心嘅，我啲嗰啲唔講啦。另外其實阿海倫個入波即係85分入波咧，即係阿迪亞路送俾佢嘅。你見到成場咧，阿海倫真係都係嗰種踢法啦，護波護唔到啊，即係好少攞波又咧流咁嚇。你係記得其實都唔淨係海倫，其實喺上半場好多時候咧，曼聯轉守為攻時，想推上前又甩波啦，又俾人偷到個波啦，傳送又斷纜啦，其實好多嘅錯處都呈現出嚟。今場隊長班奴費南迪斯都踢得幾沉添啦嚇。係啦，海倫嗰個入波就錦上添花啦嚇。如果嗰都入唔到就真係要打 pat 啦嚇。再加埋91分鐘對方門將即係踢個波出嚟解圍都唔遠之後，俾阿曼字笠入個球更加係喜上加喜。你見到呢個位置，你係甩波都唔容易嘅，功架喺度啦。你見到今場波打起咗，即係迪亞路出到嚟表現好好啦。曼字有2個入波啦，亦都係打起咗佢啦，即係打起咗幾個嘅球員啦。呢場波雖然就初一路都擔心，但係能夠笑到最後咧，就係即係你見到曼聯可能英超就踢到一撇屎咁嚇。艾莫林都承認㗎啦，即係歷嚟最差嘅曼聯，即不得不承認呢個係事實。歐霸杯就越走越遠，結果就淘汰畢爾包。可能賽前大家都喺4強都冇預計，咦過到畢爾都即係有少少機會過唔到畢爾包呢關。點知又過到又搞掂咗佢。而家入決賽對熱刺。對熱刺呢場波就冇諗咁多啦嚇，即係今季喺聯賽啦2個循環啦，再加埋呢個聯賽杯啦，我哋都3次呢個輸俾熱刺嘅。
總唔會輸4次啩嚇。當然未踢之前咩都會發生，但係一定有信心嚇。既然都走到呢一步啦，冇所謂啦嚇，都入到決賽。因為其實熱刺都今季嘅表現都同我哋差唔多，即係呢場嘅歐霸杯決賽，我見到有啲留言話即係啲評論話廢鬥廢但係兩隊波喺歐霸杯殺到入決賽，真係一啲都唔廢。咁到底邊一類波可以贏冠軍呢？因為熱刺同埋曼聯啦，曼聯就5月30號啦，熱刺就會在7月啦，7月尾啊，即係都會嚟香港踢表演賽，即係話是大家知嘅，即係歐霸嘅冠亞軍都會嚟香港嚇。另外就當然有呢個英超冠軍嘅利物浦啦。話今次呢個香港嗰啲，無論係季尾賽啦、季前賽都相當之熱鬧，幾支有晒梯圖嘅球隊都嚟晒香港嚇。呢場波贏畢爾巴，我係雖然就一路都係啲擔心，但係最後尾都好開心可以贏到嘛。即係大家要請定假啦嚇。咁到底呢個決賽嗰場波就係請定假 book 定時間啦嚇，睇決賽啦。咁歐聯國際米蘭入歐聯嘅決賽對呢個巴黎聖日耳門都有少少曼聯因素喎。達美安呢度我哋以前個舊將。另外就講埋呢個歐協聯啦，車路士有新組啦，再加埋呢個貝迪斯，我哋嘅借將呢個安東尼西利入球靚嘅罰球，再加個助攻，咁幫呢個貝迪斯淘汰有呢個迪基亞手籠嘅費倫天拿。所以話今季嘅歐洲3大杯賽，歐聯啦、歐霸啦、歐協聯啦，都有曼聯嘅元素喺度啊！咁講埋安東尼啦，即係因為曾經為曼聯咧上陣喺歐霸杯上陣過4次。如果即係希望好事成雙嘅，曼聯贏歐霸，咁貝迪斯贏歐協聯，咁安東尼咧將會成為史上第一人喺同一季能夠贏呢個2大歐洲杯賽嘅球員，即係歐霸同埋呢個歐協聯，即係佢都可以有獎牌，即係有呢個牌落袋。咁當然希望啦嚇，咁貝迪斯都話希望可以繼續即係留呢個安東尼效力，因為見到佢嚟咗之後，貝迪斯好似生晒咁樣嚇。不過就錢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啦，曼聯就應該話只賣就唔會再借噶啦可能會希望收翻4-5千萬歐元啦，嗰個價錢啦。咁你知西甲球隊個財力係有限，咁到底安東尼下季係點樣咧嚇？唔知嘅嚇。咁希望就係曼聯能夠生生性性啦，即係再繼續喺歐霸杯延續嗰個韌性咧嚇，繼續走落去嚇，就係繼續走落去。咁當然就希望呢個時候真係呢啲球員可能要慢慢好好保養，好似蘇爾曼治迪亞路啲就係啦，即係盡量管理好佢哋嘅上陣時間，亦都希望呢幾個球員特別曼治迪亞路呢啲。千祈唔好再傷，唔好受傷。到歐霸杯呢個決賽之前，唔好再有球員受傷，即係求神拜佛啦！即係能夠排出最好嘅陣容上陣鬥呢個熱刺好啦，咁呢場波就我諗大家都係雖然有少即係驚驚地咁，但係都能夠笑到最後啦。我哋希望今季曼聯喺歐霸杯，大家都能夠笑到最後。攞隻歐霸杯嚟香港，即係踢表演賽都好啊，係咪？即係俾我哋摸下，近距離摸下啦。好啦，今次講住咁多先啦，多謝大家，拜拜。